维吾尔商人瓦利斯·阿巴贝克利从集中营释放1个星期后，死于一种神秘疾病。他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坤暗杀的大学同学，也是1985年12月12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瓦利斯·阿巴贝克利于1966年出生于乌鲁木齐，因反中共态度而于1988年被开除学籍。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担任编剧。20年间，他曾多次被中国警察拘留。今年1月，瓦利斯被中国警察带到集中营。土耳其好党议员发赫雷丁优库什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批评执政党对维吾尔族局势保持沉默。在大国民议会的讲话中，他阅读了一份土耳其报纸的头条新闻，称穆斯林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而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镇压政策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哈坎·查武苏格卢会见了中国所谓的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查乌苏格卢说，中国应允许国际调查机构进入东突厥斯坦。土耳其图米亚基金会通过粘贴海报，以引起公众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关注。该组织成员在伊斯坦布尔街道上粘贴了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权侵犯的图片和海报，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头像。他们呼吁土耳其公众不要沉默，并支持他们被压迫的同胞。中国宣布已通过美国国会并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实施将破坏两国之间重要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会两党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实施将破坏两国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香港举行了感恩节集会，以感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2项保护亲民主抗议者的法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突访阿富汗，与驻阿富汗美军共度感恩节。特朗普表示，于9月中断的与塔利班的谈判已经恢复。特朗普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在美军驻阿军事基地会晤后表示，塔利班希望签署一项协议，我们将与他们会面，我们会告知塔利班要实现停火。以前他们不要停火，现在他们想要了。